湾上做各种动物皮，单拿来做卡邦的皮带，也都实用的东西，是拿到国家工艺青果荣誉、民族工艺奖的皮塑艺术家姚发言，从20年来，老身体将皮的应用对实用性提升到艺术层次。因为从小在乡下大的，伊个创作如是天然、大自然做主题，甚至为找到观察动物的习性同生态，让睇路卡有个脑海眼骨也到。同时对平面的皮雕发展做立体皮塑，从错的角度也能看出唔是看过可能会共通的作品。螳螂它尾刺开叉，很像绅士般的感觉，所以我在螳螂系列里面就把它拟人化。那像这件作品就是说，螳螂它在吹萨克斯风、弹电吉他，就很摇滚的感觉。这件作品是苦尽甘来，它是我田野系列里面的蛮具代表性的作品。它是1994年参加民族工艺奖1等奖的得奖作品，而且我们前经济部长王志刚先生也曾经把这一系列的作品送给比尔盖茨先生。要嚟女鬼跳嘅老虎哥，本看到出動上嘅時候，拍嘅苦瓜可以來柔嫩如此，無論係動物也係植物，食材都從正經嘅。每當難相信，嚟到做下都係用熱帶牛皮變化出來嘅。皮雕的話，就是在皮革表面刻出那種紋路出來，用工具去敲打，或者是說用旋轉雕刻刀去雕刻，那就是比較敲打出凹凸不同的層次的效果。我們一般把它統稱為皮雕。那皮塑就是講究到立體的效果。入發現做皮嘅藝術20多年，學田基嘅基，團個後出做裝風，咁個基從事做好美術工藝，一切喺雕掛嚟創作，兩個基打吹架體育片作品。我在一個偶然機會裡面發現一塊皮革的面板很像吉他，我就利用那一塊皮來做一支吉他。那後來才知道說有皮雕這種技術，才去學習皮雕的基本雕刻製作。包妹入發現對平面皮雕發展出立體皮塑，雕塑做出嚟無害、天然、眼光老風騷內斂，下打好你基地皮嘅藝術家嘅地位。我在創作每一個系列醞釀時期大概有2至3年，皮革它本身看起來就有溫度、有體溫、有毛細孔、有生命力的感覺，所以我在創作上，不管是動物、昆蟲、草叢或人物，都希望能夠把皮革的生命力再度的重現。當到動物嘅皮都做得哪類形容，下一版皮雕、皮塑都係用牛皮，唔過連老虎哥嘅字就係用生豬皮來表現出佢嘅透明感。像這一塊的話，就是鴕鳥皮，鴕鳥的那個角，那我們在應用上加工，也許可以做手錶帶或者皮包之類。那像這個就是珍珠魚皮，泰國的有一種叫做魔鬼魚，有2個眼睛一樣，好，然後它有一顆珍珠。那這種皮革的話，就經過加工處理之後，很多就拿來做燈罩，或者是說皮包、皮飾的點綴效果的地方。加水軟化之後，因為乾燥的時間其實會因為空氣之中的溫濕度的關係，比如說冬天濕度很重的話，它就比較慢乾；那夏天的話，可能冷氣一吹，也許它3、4個小時就會乾掉了。製作嘅鐵質鋪為先老牛皮裝飾，個畫出凸顯，
才能在把握时间，伫皮毛灶前走好。牛皮哦，它薄可以薄到像比100块还薄啊，厚的话将近厚到5 mm 左右，所以它的厚薄的关系，就是因为要削薄的话，它的因素是你作品大，你就可以比较厚；啊，作品小，你就小面积，那就要削比较薄，所以它削薄粘合的效果会比较好。无论係染、編、沖、揉，也係各圖粗輕，全靠日送手來做。比如像螃蟹的绒毛，那比较细角的绒毛的话，我们就用针去挑；那像它螯肢的绒毛，我们就利用皮革它纤维组织比较松散的部位的狼皮，去挑出它那绒毛的效果。材料嘅選擇未係學問。一只牛，它的背部、腹部、前胸、臀部，它的各种部位的特色不一样。瓜果选择皮材的部位就是比较背部纤维组织比较硬一点的，叶子的话选择这部分。那如果你要做瓜果本身，比如说做黄瓜、苦瓜、丝瓜，那你就要选择那个延展性比较大的。在安樣嘅用心，所以欣賞作品嘅人都會感動。日本人係為咗創作，如果冇喺眼光、觸覺、羅浮果，但係觀察幾多嘅攝攝。從這呢種下台，日本人對大自然和生活經驗當中奇才，從冇喺那裡，隨佢哋偶然時嘅世界出現嘅靈感。螃蟹它有很多很特別的民俗意涵，就是說大蟹、小蟹、增多蟹，然後它有左右逢源、八方得利，然後獨步天下，真是無懈可擊的特別的民俗意涵。因此，我螃蟹系列做出來之後，才讓我重回信心，繼續走這條創作的路。日本人創作前3年，差唔多攞鍍金絲強強，美術上嘅表態，一直到做了冇喺那裡，才轉變自己創作之路。我爸曾經跟我講說：“啊你走攏無你賣，你就要假賽。”我幾乎要放棄掉。那後來是因為，我覺得說我在創作上還是要一個特色，有一個風格，然後才朝這個目標，然後努力的去研究立體皮雕的特色。日本人講而成功，除了催青，還會用紅膽，佢到推翻嘅皮嘅運作，對實用性推展到藝術層次，創造出兩隻看住看，充有生命容嘅作品，當中感染體性嘅寫實風格，還展現出佢對兩地土地嘅關懷。